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2020年9月14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7篇，约书亚记第3章第1节到17节，以弗所书11章23到29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相信。以弗所书是真出名，咱咧讲信心的代志。有记载着关于伫信心的前辈遮伟人的故事，所以了解信心的意思嘛是会当对遮来。咱看见讲咱所熟悉的希伯来书11章第1节，伊安尼讲：信就是所仰望的实在，甲未看见的事的凭据。咱较熟的和合本讲信就是所望之事之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看未到的时阵，就已经非常有把握，相信上帝为着咱准备啊。上典型的就是亚伯拉罕，圣经描写伊讲，这个亚伯拉罕凭着信心，得到上帝的呼召的时阵，就遵命出去，然后就要去到得到业的所在，但是出去的时阵毋知要去倒位。上帝带领伊去到伊毋捌去过的所在，伊拢无问，伊就起来跟对上帝。另外一位的经文记载是，咱会通看见伊对上帝的相信搁较清楚就是伊献以撒的记载伫创世纪第22章第8节，伊讲：我的囝，上帝要家己准备做烧祭的羊羔。对亚伯拉罕来讲，这个上帝呼召伊，上帝必定会准备，上帝必定会看顾，上帝必定会固守，上帝一定会带领。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希伯来书第11章23到29节伫这个所在，上帝安怎拯救摩西，安排摩西，并且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这个出埃及，并经过红海的事，咱伫昨礼拜日的讲道中间，咱有分享到。上帝伫摩西的身上用80天的准备，并且用40天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即群无合群、无顺服、无乖巧、无担当的以色列人，上帝带领因出埃及。伫摩西的带领下面，因安尼好哪亲像捌，搁好哪亲像毋捌。一面来军队，一面来排员，一面来对摩西学习，相信上帝的带领。即群人用40天还学袂晓即个功课，因无法度完全改变，所以第一代人无法度进入伫应允之地。到伫第2代，伊嘛是还袂准备好势，所以约书亚就爱因宣告来甲因挑战，讲恁若要敬畏耶和华，就爱诚心实意来服侍伊，将恁的列祖伫大河迄边甲埃及所奉事的神来除掉，来侍奉耶和华。若是恁用侍奉认为侍奉耶和华是毋好，今仔日就会当选择所要侍奉的，是恁列祖伫大河迄边所侍奉的上帝，也就是讲伫这阿摩利人的上帝。伊讲：我甲我的家，阮必定要侍奉耶和华。这是真出名，咱所真熟的，伫约书亚伊所讲的话。以色列人则个别因要爱相信上帝，并且要跟对上帝。无要去拜其他的神明，相信真正是一个无简单的事。不但是看袂到的未来，有搁较侪时阵，咱眼目所看到的是迄个困难的阻挡，所以咱真容易失去信心。
也未过红海进前，埃及遮精英的部队伫后壁咧追赶上紧张的时刻，上需要信心的时阵，咱会通想象迄个场景吼。若有机会检查，咱会当倒转去看迄个出埃及记的即个电影，即个时阵是上需要信心的，要安怎来起造咱的信心？咱来想看觅啊，两边拢是大水，安尼徛起来迄个墙，要行伫原来因所看到安尼长长滚的红海水的中间安尼行过，这是需要真大信心的。不但是爱相信摩西，因还阁爱相信摩西所挖过迄位祖先的上帝。要培养信心，全然的相信，真正是无简单。咱阁再来思考，伫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点段，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约书亚书第3章，甲咱讲，当遐将约柜的人的骹踏入伫约旦河的时阵，河水才开开。你也想象看觅啊，搁咧串流的约旦河，到伫因踏落去的时阵，水才开开。迄种的场景，敢无需要一个真大的信心吗？甲当初时因过红海的时阵是共款的，遐个水拢徛起来伫两边，亲像围墙啊共款。伫因无踏入进前，水还搁咧串流。无相信的人一定会沦落，毋敢踏入去约旦河内底。相信真正是无容易一项事，但是有的人却是愚妄的相信。最近一寡竞选的场合内底，看到一大群人组织，因拢无要戴喙篮，甚至因讲吼，上帝一定会保护我啦，若无吼，我死死的吼，我着去见上帝啦吼。这后壁吼，牧师实是无介确定啦吼。另外，咱看见一大堆的大学生伫开学了后就去 party， 当然伊嘛是无戴喙篮啦吼。简单有一间大学，因着公布，短开学这段期间就有1000人染疫啦吼。所以相信是一个功课，真无简单。爱好胆相信，嘛爱有智慧，爱有顺服的功课伫内底。千万毋通甲家己的愚妄来怪罪伫上帝的名顶悬，更加袂当将迄个无信心的作为来埋怨上帝。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9月1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7篇约书亚记第3章第1到17节，希伯来书第11章的23到29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相信。希伯来书是一段描写信心或是解释信心非常清楚的章节，提到了有关信心的前辈信心的伟人的事情，当然也解释了信心是什么。中文现代译本的翻译是：那么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能够肯定。我们比较熟悉的和合本是这样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看不到的时候就非常有把握，相信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其实这句话最典型的典范是亚伯拉罕，那一位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在今天的经文希伯来书第11章前面第8节，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去哪里，
所以他已经相信了上帝，相信了那一位呼召他的上帝要带领他去哪里，他也没有问，他也不知道，就是起来，然后就跟随了上帝。另外一处的经文，其实记载更可以让我们看到他的相信是非常的单纯的。当上帝要求他献以撒的时候，他的独生子的时候，他这样子回答以撒的提问，他说：“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是创世纪22章第8节。上帝必预备，上帝必看顾，上帝必保守，上帝在带领。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希伯来书第11章23到29节，今天的经文里面描述了上帝如何的拯救摩西，安排摩西，呼召训练他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并渡过红海的事。上帝在摩西的身上用了80年的时间来预备，并且用40年来带领这一群乌合之众，不合群、不顺服、不乖巧，甚至没有担当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摩西的带领之下，他们懵懵懂懂的，一面跟随，一面埋怨，跟摩西的学习来相信上帝的带领。这一群人花了40年的时间，却没有完全的改变。因此，第一代的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无法进入应许之地，乃至于第2代的人，他们也需要约书亚跟他们这样子很清楚的告白，提醒他们。约书亚他这样对以色列人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的在大河那边的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天就可以选择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侍奉的神呢，还是你们住在这地亚摩利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才告白，他们也要相信上帝，并愿意跟随上帝，不会去拜其他的神明。相信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但是要看到看不见的未来，更要有许多那种更会去看到目前我们眼前所看到的很多的困境阻扰，因此我们就很容易失去信心。还没有渡过红海之前，埃及的精锐部队在后面追赶的那一刻，最紧张的时刻，这个时候最需要信心。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或是说我们再去看一下出埃及的影片，那两边都是大水所筑起来的墙，海涛滚滚的在那个地方，要走在原本都是海浪滔滔的河道的时候，这是需要很大的信心的。不但是要相信摩西，更要相信摩西所说的那一位祖先的上帝是看不见的。要培养信心，全然相信真的不简单。我们再把这样的场景再切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的故事，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有记载。约书亚记第3章告诉我们，他们那些扛着约柜的人，他们的脚踏到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才分开。想象一下，滔滔的江河还没有踏下去之前，还是很川流不息的。很多人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他们一定会退缩，不敢往前走。可是当他们有信心，当脚踏进去的时候，那个水就好像当时候红海的水一样分开了，筑起了2堵墙。相信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一方面有一些人却是愚蠢的相信。最近在美国有一些竞选的这个场合里面，有一大堆人不戴口罩，然后他们就拿出上帝的名，说上帝一定保守我啦，如果没有死了也没关系啦，我就去见上帝了。后面那句话牧师存疑了哈。另外还有一大群的学生，大学学生在开学的时候就开了那个没有口罩的 parties。单一所学校听说就有上千人在短时间里面染疫。相信是一个功课，要纯粹的相信是不容易，但是要有智慧顺服的相信更是另外一个功课。我们千万不能把我们愚昧的愚信赖罪给上帝，也不可以把我们没有信心的作为埋怨上帝的理由。求主帮助我们。